你個副主席係加拿大人。17個副局長政治助理，有3個係民建聯嘅，明係關照你，但係你無恥到竟然有2個係外國人，你愧對香港人，你愧對中國。你有咩資格喺度喐涂謹申？第2個問題，你呢班力家未到你啦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嘅心。民建聯簡直就係惡霸！我話你聽，你有咩資格監察政府？你有咩資格厚面皮話我監察政府啊？你係政府嘅一部分，你有2個政治助理，1個副局長，1個行政會議成員，跟住有12個立法會議員，你係人人幫政府做到，你而家出嚟，民建聯咧，我哋擁有1萬嘅會員，我哋好多個會員。我哋蘇錦樑副主席咧，佢係自己係講出自己嘅實力，從來冇隱瞞。我想呢個係俾傳媒踢爆，唔係你自己自爆。冇人係傳媒踢爆，我係無恥踢爆，我係冇任何踢爆無恥啊！佢係傳媒踢爆你嘅，你係無恥。Okay.